感谢神，在悲惨的世界中，我们今天真的要来看，这世界真的是输了，要哭了啊！预告一下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生命记》的第6章的经文，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来，请你就告诉你的儿子们，他们在祖地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好，这个经文太棒，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来读。传道会准备这个叫做神采奕奕的应许，实在是有原因，因为我有2个儿子都跟这个有关系。他叫什么？陈义安，一个叫陈义祥，所以叫做什么？我常常介绍他们是神采奕奕的奕，神采奕奕的奕，2个叫做安祥。神采奕奕对传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道曾经非常悲惨，所以你就知道我很希望我的孩子他在人生真的只有悲惨。怎么悲惨？传道雄准准。我先生的家世，我只这个嫁给我先生的时候，就是他家世非常好，雄准准嫁过去以后，然后就悲惨世界从此开始。今天早上我讲到那个证婚的时候才讲，结婚第1天晚上，要不要听？要。那个我跟你讲，那一天一大早就下雨，那是那一年里面最冷的，冷到我发抖。然后你知道女生婚礼都是很薄一层，对不对哈？然后就站在那边，然后我的家人怕我冷，所以就给我一个那个保温的那个，你们知道有一个那个保温的放在这里面，整天都不会冷，超好的。到那天晚上把这个婚礼到晚上要洗澡的时候把那个保温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一个那个东西。就把它拿起来以后，一层皮。为什么？因为保温了，温到我已经烫伤了，居然不知道。好，所以当你没感觉，当你一直犯罪，你一层皮起来，你都不知道。当你一直走往悲惨世界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早上你不想起来的时候，说怎么又是一天开始？请问在这礼拜或在最近有过早上起来不想起来的人举手。主啊，谢谢你们，我被你们同理。好，请放下，真的不想爬起来，因为那天晚上我先看到他就晕倒了，所以没有动黄花竹叶。为什么？我因为太冷，我穿了2件卫生衣，2件卫生裤，然后还穿2件毛袜，然后又戴了2个毛帽，然后又戴口罩，又戴口罩跟手套。我先生晕倒以后，他回忆说：“我娶的老婆只差没有戴安全帽睡觉而已。”真的，结婚真的是可以磨塑你成为新好男人跟新好女人，对吧？所以莫妄谈嘛，为什么新好男人都已经结婚了，新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拜托，那些人都不要去看，不要去摸。传道很多个案都是因为跟这些人交往，觉得他好好我为什么不早一点遇见他？你传道跟你讲清楚一点，才不会让你以后不想醒来。因为婚姻会磨塑人
本来你不够好的你会因为你进入婚姻以后磨成变成新好男人跟新好女人。所以这边适婚年龄的，我有的没看哦哈，请你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哈。适婚年龄的勇敢神如果神的心意带领你真的不要想这世界真的很悲惨，应该在想神有神采奕奕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启示我就说，孩子你要讲这一段啊，这个影片这个看起来就觉得很悲惨啊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电影在讲什么悲惨世界，对不对？我先生说他不敢看这个，因为他说他不想，他人生已经够悲惨了，不想再去看一次悲惨。但是很多人很想去看这个故事从哪里来？有一个人叫什么？荣瓦让，他在这个故事当中一直贯穿着这整个故事。他是从什么开始？偷一个什么面包开始，被送进什么监狱里。可是他却是一直因缘际会的，一直很多的事情让他一直想要逃出来越狱，一直因为一个小面包，他服刑服多久？有没有人19岁的？请举手一下。从你出生他就一直服刑情况下，服刑服了19年。从这里来开始他这个故事，到最后他结束他人生走完为止。在这个过程中，他生命中做了很多错的事情，可是他也有过什么改过自新，并且他最后成为什么市长所以想不想看？传道不是广告这个哈，我们的生命会比这个更精彩。传道只是说，人生中确实有许多的悲惨。但是我们比人更有福气，是我们要在悲惨中的世界中醒来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是可以有神采奕奕，我们有一个应许等着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只有4个字，真的悲惨世界。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去看，而且看了以后一直掉眼泪？演得真好，对不对？得奖了嘛谁得奖？那个方婷她真的很悲惨，她长得很漂亮，像传道这么美还被嫉妒，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嫉妒我还被误会，她怎样未婚生子，而且被赶出去工厂。她一直努力赚钱，以为她女儿可以怎样？她生了一个女儿，以为她女儿可以过得很好，为了她女儿的生活会很努力。可是怎样？她被当奴隶使唤来，可是却是她的女儿没有过得很好，真的悲惨。因为怎样？你期待的跟事实不相干。那为什么看到这个会一直流自己的眼泪呢？是因为你想到你自己。这里有一首歌很有名，是他唱的。他预备了，其实这个演员我很佩服他预备了那个机会，所以他预备了很久，好多年，就为了这次机会，他能够把它唱出来。人家叫他唱，他就能够唱出来。亲爱的，我们大家，有人按照统计我们一生只有机会只有多少？15分而已，15分钟。所以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机会这样咻没了，15分钟过去就没了。林书豪有几分钟？他比较多一点，是吧？可是你看现在林书豪这样，他还在努力，我知道神与他同在。但是这个演员他就是这样很努力，装备自己，就唱了这一首歌。我相信他能够唱得好，不是他练习了，而是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又做了一个梦，曾经有一度以为人们是良善，那时他们的声调是温柔自语，很动人。曾经有一度以为爱情是盲目的世界，就像一支动人的旋律，那是过往的世界。有人在笑，后来一切都变了，能笑还算好事我们都曾经从梦幻中醒来，这就是悲惨。传到有一个个案，他的爸爸一直跟他妈妈处不来，后来离婚。
他一直很想念他爸爸，希望跟他爸爸住，但是他爸爸一直说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交好朋友。他有个很好的朋友，跟着他从1年级、2年级、3年级，他也是单亲的小孩，单亲。哇，他们在那个安亲班里面超好的，2个像兄弟一样。有一天，这个快要下课的时候，他的同学很高兴跟他讲说：“我的新爸爸就是我妈妈的男朋友。”对不起，传道已经累了，蛮牛。这个妈妈的男朋友要来接我，我好高兴哦，我好希望有一个爸爸。我的这个个案他也很高兴。我跟你讲，我爸爸也要来接我我想好久，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好，2个相约到路口，安亲班的路口，确实开车开来的，他同学的妈妈开车来的，从前座副座下来一个人，他的同学好高兴，往前冲，爸爸！我这个个案也往前冲，也喊爸爸。可是那个不是我个案的妈妈，所以这个爸爸是要来接谁的？接我这个个案的好朋友。凄惨吗？错愕。他的爸爸下来以后，不是接他自己的儿子去帮他的儿子庆生，居然是去养别人的孩子。悲惨世界就是期待跟事实的落差。我这个个案从此不去学校，跟着他同学1刀2断，一定的嘛抢我的爸爸，就转学到3峡。人生就是这样，悲惨，悲惨不是原来就很惨，你原来把它看破看透，你还怎样看破？悲惨是怎样？你原来期待的，跟你的现实落差这么大。落差这么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谁可以来？谁在乎我？谁可以来帮助我？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今天我们一直传道跟教会一直希望大家在《使徒行传》可以来精读，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就是我们这次要圣经会考，我们希望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因为《使徒行传》就是一个圣灵之旅。不是这些话，是这些你读了这些话，圣灵要与我们同在。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应许。什么应许？神说：“你若是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我要保你的命之外，我要给你应许之地。”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的第7章，有一个人，他本来很聪明的，他被选为当时候管理他们的执事。那个人叫司提反，他非常聪明的，他也信耶稣，他要全心全力全来服侍神。神是不是要保守他？要嘛！传道你不是这样讲，牧师不是这样讲吗？我要遵守神的话，一定要保守你的。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开始，他在被抓去到很多人要害他。为什么害他？因为他太厉害了，他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发现司提反是一个这个口才非常好的。哇，这个怎么可以让他活下来？他就在他的最后的这段时间，他讲了这段话。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们，请听，当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在
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还没有移居到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来显现，也就向他来显现说什么？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亲族，到我所指示你的去。指示你去要怎样让你得着这样祝福。亲爱的大家，请问亚伯拉罕一个人后来有没有得着祝福？有吗？有哎，是不是啊？他本来不能生小孩，对不对？后来他有没有生？有，生了小孩以后还有后代，对不对？还有后代以后，请问他有没有离开那个应许之地？有嘞。怎么离开的？他的后代怎样？因为其中有一个，他生了什么？雅各。雅各生了什么？几个孩子？传到流汗了，13个。其中有一个叫什么？约瑟。哇，这些兄弟姐妹们一样嫉妒他，对不对？因为他爸爸特别爱他所以就把他这样卖到哪里？埃及，对不对？卖到埃及以后，他在埃及，上帝与他同在，居然他在埃及得着什么？得着什么祝福，对不对？什么祝福？被兴起，本来是奴隶被兴起来，还成为什么宰相？所以他的爸爸就从应许之地离开，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了？去到了哪里？会哀的埃及，对不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就寄人篱下。那个地方不是什么，不是他们的地方。他们那个早上起来真的不想起来，因为他的努力怎样，不会是他的。这个民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一个人亚伯拉罕到一个家族，再到哪里？埃及以后变成一个什么民族那么多。走到这里埃及的时候，或许有人会想，上帝的话有应验吗？从一个人呼召亚伯拉罕，说要给他赐福，给他人要因为他而得福，再到他一个家族，再到一个民族已经没有在应许之地，甚至于是在被奴隶的地方。或许你要说，如果你短时间看，哇，上帝你不是信实的，你看多么辛苦，努力的都不是我的，都是别人的。我们如果有看出埃及记的话，可是神听见他们的呼求，法老怎么样来苦待他们，上帝听见他们呼求，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就怎样，他们连自己生的孩子，只要是男生，出生是男生的举手。没举手的都，谢谢。你们出生是男生，抓起来全部杀掉。如果你在埃及的话，如果你是希伯来人，你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抓起来全部杀掉，因为你是男的。所以在这里很辛苦，因为他们很怕他们的民族借助的，居然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强。在那时候，上帝的子民真的不想起来，可是那时候他听见了，启用了一个人，他出生以后长得很可爱，他叫什么？摩西。他妈妈把他这样长到不能长的时候，用一个类似像一个那个植物做的一个箱子，把它放在河里。结果谁去捡到啊？法老的女儿。你看上帝多么幽默啊！法老要杀希伯来人的儿子，结果呢，这一个漏网之鱼，谁捡走？法老自己的女儿。上帝就这么幽默，你不要怀疑。而且怎样，他女儿把他捡起来以后怎样，还养了他。养了他以后要做什么？被上帝用了。上帝就用了摩西，要用摩西来带领这群以色列人出什么？出埃及。因为埃及是让他们痛苦，让他们是奴隶，让他们不自由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到旷野要多久啊？
好，不用40天，可是摩西带他们多久？40年，因为这一群人怎样？不乖啊，不按照上帝的旨意，但是神还是持续的爱他们。他们都没有想过，他们怎么出埃及的？轻轻松松吗？走，我们去旅行，我们就要出去，有这么简单吗？奴隶就是主人的什么？主人的财产哎，怎么可以轻松让你走过呢？不行，你给我在这里做事，我绝对不轻松放过你。你有没有做过谁的奴隶？有吗？很安静，没有？真的吗？有没有人做过香烟的奴隶呀？有没有人抽香烟？有人在偷笑啊！你就是在服侍香烟公司啊！你有没有喝珍珠奶茶？一天一定要喝，不喝我就很难过。那么你就是珍珠奶茶的什么？当他的奴隶，你替他赚钱，卖那个什么的，啊，卖什么那个的，麦当劳，台语要怎讲？啊，不会讲，那里有台语专家，等一下我们来请问他一下哈。麦当劳台语怎么讲？有人1个礼拜不吃麦当劳，他怎样？会死掉哦。所以我们做了多少人的奴隶呀？我们还说怎样？我要自由，结果怎样？越来越不自由，这不是真的自由。在我们这个上帝在历史当中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你不被什么所捆绑，你没有什么说只有真理啦，只有神不能离开，其他的你都可以释放。在这段这个经文里面，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再回去看。那我们在圣经会考，我们就会更清楚。这犹太人他流落在埃及，这个历史真的写得很清楚。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再说一次，就是司提反他再说一次什么？在这个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怎么样来作为？就像刚才嘉硕在这里叙述上帝的作为怎么作为，帮助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想醒来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上帝曾经怎么陪伴我，怎么曾经带领我走那个困难的地方。犹太人他们也弃绝了摩西，为什么？他们后来有没有真正的这个信守十诫呢？信守上帝给他们的律法呢？没有可是到了什么？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是拿这个掐住谁的脖子？耶稣啊！因为他们被什么抓住？他们只被那个信条抓住，然后他们拿这个来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月就是我们的受难周，在月底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节。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是要再一次来经历。上帝怎么样在历史当中来作为？我们可能不用想说，传道你那个讲的跟我都没关系，那个都是历史，是吗？刚刚嘉硕已经做见证，上帝是随时，你会想没有人会理会我的感受，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神知道，神也在乎你，神也理会你。神要给你的，绝对是在历史当中，他要来启示我们。神的差遣，他的摩西来拯救以色列，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他也要成为我们的领袖他也要领我们来出这个埃及，我们来领我们出那个奴隶我们的，让我们不自由的。你们不自由的是什么？是不是恋爱？是不是有谁让你跟家里疏远了？像今天讲的一样，你眼中只有恋爱2个字，还是什么让你不自由？名牌，我一定要，不是有写名字的名牌，
我一定要穿什么衣服。这个如果成为奴隶你的神要来说，他要来差遣摩西。什么叫差遣摩西？传到摩西好久以前的人了。摩西所颁布的这个世界，在今年里面，我们要再一次来讲。你会说传道，你讲那个就是拿教条来让我不自由，我已经很不自由，你不要再拿这些教条让我不自由。传道要说，亲爱的，上帝的话语是又真又活，要给我们从在十诫中，我们要一诫一诫来看，让我们在真理中，我们要再一次得着那个真正的自由，因为灵要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让我们得着自由。从我们这个经文当中，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再一次可以回去看摩西怎么样带领这个出埃及。那他颁布的这个十诫里面，在今天经文在最后就讲，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能够得着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你今日好不好？好。有的人说传道不要像今日一样啊，我今日很差。神的眼光的今日不一定是差的哦。今日的你是为了未来上帝给你的那个命定，在形塑你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刚才传道讲的那个我那个协谈的个案，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他现在在交通大学。他在交通大学做什么？读书。他把书读得非常好，然后他也到教会里面，他非常会打鼓，他一心一意就是要照顾拯救谁？别人的孩子，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孩子，他还很年轻，只有22岁。他想要拯救那个跟他一样渴望有爸爸，可是爸爸来却是接别人，所以他常常在做单亲孩子的工作。你们有比他悲惨吗？没有。有，我知道有人没有摇头，就是你比他更悲惨。没关系，真的，你相信上帝的话语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一切的律例，就是他所交代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来敬畏我们的神，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要得罪神。罪的代价乃是什么？死。请相信我这点。上帝真的是又慈爱的，他要救我们，他不要我们任何一个人跟他的关系是不好，关系是破裂，让我们跟他关系是死的。我们都有罪，因为我们都是在悲惨世界里。我们甚至有时候不是我们要犯罪，乃是这个世界让我们不得不犯罪，不然我们活不下去，是吧？但是神的爱子不是在旧约这些律例而已，新约，这个月我们就要跟耶稣再一次走他的苦路。他走的苦路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是要来代赎，来赎我们，买赎我们，他替代我们死，要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依靠他，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要给我们从他那里来神采奕奕的应许，就是神说，凡是到我面前来的，劳苦担重担的，神都要来释放你，他要担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那个活又真又活、神采奕奕的生命。神要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力量，面对所有这个悲惨的世界。我想，最后传道要说应许是什么？既然传道说神采奕奕，传道你说的我都还没有听到，我都还没领受到，有人可能这样啊。但是传道要说应许就是还没到的吧？
如果已经到了，你看得见的，就不是应许。应许就是神说：“孩子，你看我，你只要仰望我，你只要求我，你只要说主啊，你帮助我，我的信不够，你帮助我，神真的就要来帮助你，试试看好吗？”这个应许，它会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悲惨世界中我们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记号。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不是被这些教条抓住，就像这些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传道这个今年要讲十诫里面，他不是要说这样我这个不能做，我这个不能做，不是。上帝说到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些诫命，为的是要给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更享受上帝的爱。应许诫命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活泼、生菜、意义。所以我们好不好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今年里面在礼拜六的时间，我们都来了解什么是十诫。第一诫什么？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第二诫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呢，这个是什么？2，对不对？不能敬拜，对。好，3呢？不可什么？妄称耶和华。3很好记，传到我们一起来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引导，成为我们不会被这世界罪恶所捆绑。4呢？当守安息日。4传到敬礼，所以你来守安息日，这是一个祝福。所以当我们要去觉得有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想到要守安息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你就一定会来，然后你就得到祝福，而不是被抓走，被奴隶走。5呢？当孝敬父母。6呢？不可杀人。哎呀，最近的新闻有看到吧？好，7呢？不可再这样，在床下这样。8呢？不可偷东西。第9呢？不可作假见证。你看传道有没有合起来？有吗？没有，所以传到9，对不对？10呢？不可贪心，这个都帮助我们。传到最近的个案就是过完年以后又来了，过年期间很多人心中很怎样，只看到那个宝贝，今天的宝贝那叫什么？贪他又怎样？很多孩子他们又去怎样刮刮乐，他可以在那个刮刮乐的店里面站在那边一直刮，他把他的过年的钱给他红包全部刮完。结果是怎样？没了，痛苦到极点，悲惨到极点，因为他被什么抓住？他想贪哪一个赌博的人刚开始是输的？没有，赌博的人如果刚开始输，他一定怕死，他不会再赌。相信传道，如果你对游戏，你对赌博，你没有办法，网络上，你如果没有办法移开它，传道要说，请你来找传道好吗？好不好？我们不要陷在那个里面，我们要活出真正的自由。我想，上帝爱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中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活出在真理里面，神要给我们真的那个自由。或许有的人不是传道现在讲这些，是你的内心，但是在圣经中还是明明告诉我们，你的内心里面你可能有很多的恐惧，或许你就是一定要赢，这就是你不能输。有没有人经不起输的？只有我举手，那就是我了。传道为什么？有人也有举，是吗？还是抓痒？传道到了现在才知道，传道一直做一个梦，就是我的晚上一定会梦见。你们是不是会做主题梦啊？
你一直从小一直做梦，就是梦见你睡在床上，然后有人进来，可是你怎么样都爬不起来，你已经听到声音，而且脚步非常近了。有吧？有没有人跟我做一样的梦？有。传到后来，经过一次又一次到上帝的面前，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光照，传道才知道，原来传道非常怕输。我很怕我生命中的东西被偷走，我很怕我自己输给别人，所以我一辈子都在读书。去年才毕业，所以传道其实过不自由的日子很久。你会看到传道常常在读书，但是感谢上帝，从他的话语里面让我真的得着自由。我输有没有关系？我现在知道，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爱？如果你跟你的父母争输跟赢，或跟你的男女朋友，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老师，你只有要赢，那么请你来找传道，因为你输了你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传道也是这样。我觉得我输了，我就没有价值，人家就看不起我，所以我一辈子都在读书，而且我一定要读最刚刚出来的书。所以你会发现传道很多刚刚出来的书，因为我一定要抓到每一个人的眼光，这就是我。但我要说，我在主里面，神的灵光照我，让我有自由了。我不一定要跟我吵架，我不一定要赢啊。所以请你等一下试试看，传道会输给你哈，我就自由了。所以吵架不一定要赢，吵架要说有什么冲突怎样，不一定要赢哈，冲突要有什么就好，有没有爱？所以十诫到新约的时候就说，爱要成就这一切，神的爱要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传道要来邀请大家，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的世界现在很悲惨，因为你发现你自以为重要的东西，你期待的跟事实落差很大，你不自由。传道要邀请你，因为圣灵在这当中，圣灵知道你。你或许常常想要拿别人的东西，或许你常常在想不好的东西，或许你常常在人际关系中被捆绑住，跟父母的关系无法呼吸自己。圣灵在这当中，要进入你心，要帮助我们得着真自由。若是你愿意，我们请你跟着传道一起来祷告。爱我的天父，谢谢你这么爱我，在悲惨的世界中，我仍然能活下去，是因为你爱我，是因为你拯救我。或许我还没决定跟随你，但是主，你已经爱我。虽然我被人看不起，但是主，你重用我，你看重我，你知道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想到很不好的事，求你赦免我，求主耶稣释放我。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得着自由。谢谢主耶稣，你的爱进入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可以神采奕奕。纵使在很不好的情况，当我仰望你时，主你就激励我，你就让我有力量，你就让我有盼望。谢谢主耶稣，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